呢條咧都比較顯淺咧，都係叫你 D 兩次嘅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 D 啦。次方跌落嚟，次方減1，跟住 chain rule， 因為佢有括弧 ，D 入邊嗰嚿嘢變咗8x， 減一 D 咗佢變0，冇啦。咁記得簡化 4x， 4x 2次減1，2分1，跟住再 D 兩次。4字唔使 D，keep 前 D 後，次方再減1，一樣又係 chain rule 8x， 跟住 keep 後 D 前，咁會有 D 嘅，跟住乘翻靚佢先啦。負4x 2次，4x 2次減1，跟住一樣抽 common factor， 抽最細嗰個，即係抽4x 2次減1，負3 over 2次，所以括弧入邊剩低前邊佔負4x 2次。後邊剩低 4x 2次減1嘅1次，跟住簡化埋佢，後邊變咗1嚟嘅，咁即係呢嚿啦。好啦，跟住咧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啦，記得要分左手邊做起啦。y 即係 4x 2次減1，2分1次方。乘翻4x 2次減1嘅負3 over 2次方，再加 x 2x 減7，跟住呢嚿嘅2次變咗 4x 2次減1。好啦，我哋做簡化，咁次方同佢合翻埋4x 2次減1嘅負1次，跟住加翻2x 2次減 7x， 除翻呢個 4x 2次加唔使減1，咁通翻分母一樣啦，其實都唔使通，咁將佢寫翻靚佢。分母一樣合拼。拼完之後呢，做 factorization 上邊啦，睇你想用篤機定咩啦。最尾做埋個答案就收工啦，約揀埋。